全国3级的境界，身心障碍者上课的相关的场所，无人来听课。董事证基金会特别规划着线顶的课程，老师透过视讯来关心着学员的身体甲心理的状况。老师甲想要讲的话写伫纸顶，因为等一下要和学生视讯。无方小作所自3级境界了后继续听课。互原本关系到小作所上课的囡仔，面对熊熊改变的生活模式，真没关系。老师嘛想办法减少因的不安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询问学员最近做了什么，在家里做了什么事情，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老师分享的。老师唔但设计线顶互动的课程，关心囡仔的状况，嘛设计大家的作息表，或者囡仔会使保持正常的生活。他们没了重心，没事做，他们也会觉得不知所措。那我们就会特别交代他们一些作业，像是我们会准备一些皂基啊、一些包材啊，请他们回家做，那定期交回来，然后交完了我们再给他，然后让他们家里有个重心做。鼓励学生伫厝内嘛会使找到生活重心。老师嘛专工设计个人任务，透过抄写经书练习较有路的动作，佮准备地壳包材，互因伫厝内嘛会使做作业，会使继续保持学习。